繼續是台北市長的選戰，來看民進黨的參選人沈碧蓉拼出着5項公務人員減除壓力的政策。市長蔣萬安回應講，市政府已經在做，但是嘛歡迎各界提出着建議。沈碧蓉閣來回應，講伊所提出的是，佇現有的機制要安怎閣來加碼。伊講台北市政府的回應真高傲，也就是認為家己真了不起，看人無。支持沈伯洋打造民主進步新台北。大聲發典型氣勢，台派聯名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蓉成立後援會。除了沈碧蓉競選團隊的立委，也有台北市的市議員。沈碧蓉在今日提出5項公務人員的減壓政策，分別是優先的工作場所、上班的時間有春秋、獎金活化、員工信心的支持，以及利用 AI。台北市政府隨回應講，依照上下班時間會當春秋為例3月份進一步的放寬，符合條件當然拜4、拜5攏會當有上久3點鐘的春秋。所來出來有12歲以下囡仔公務人員會當閣加申請1點鐘的居家辦公。我們都是提出在現有的機制上面要怎麼加碼，那這樣其實讓我覺得非常的疑惑，因為我們從頭到尾提出的都是市民的聲音，都是人民的聲音，但是他們的回應永遠都是非常的高傲。其實這幾個面向，台北市政府我們都已經在做哦。昨天發言人也出來做了說明，各局處也清楚，所以我們其實非常歡迎各界提各項的建議，那我們也會持續努力。強調會拍拼的蔣萬安再去專工去關心老大人。台北市我們有514處長者照顧關懷據點，我們希望所有的長輩都可以走出來。蔣萬安繼續以迄套專心市政，2026首都的市長戰，哪裡個參選人用各種政策來拼勝選。